歡迎嚟到 Omega Talk， 我係節目主持人羅少倫牧師。今日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咧，就去認識神嘅心腸或者嗰個 purpose， 差派背後嗰個嘅意義同目的。上帝要做一件事情嘅時候，咁我哋點樣可以明白上帝嗰個心腸呢？當我哋去打開聖經嚟到研讀嘅時候，係聖經係好清晰、好白咁樣樣，去將上帝想做嘅事情，上帝背後嗰個心腸咧，上帝會講得好清楚嘅喎。譬如耶穌基督嘅差派講到咧，人子嚟啊，為要做咩啊？為要尋找拯救失喪嘅人。譬如耶穌亦都會話咧，佢被差派咧，為要咧就係完成父嘅旨意。聖經裏邊好多時就係有呢種嘅為要，英文係 so that。譬如約翰福音3:16節，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原來裏邊講得好清楚，點解上帝要差遣呢個愛子嚟到呢個世界？因為上帝係要讓女人咧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，俾我哋神兒子嘅名分。咁背後點解會咁樣俾我哋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咧？推到最終極一個上帝嘅心腸，神是愛，神愛世人。所以當我哋細心咁去閱讀神嘅話語嘅時候，我哋發現好多時聖經都有講到神作為背後嗰個嘅目的㗎。最後俾多一個例子嚟，出埃及記，耶和華喺埃及行咗10災。我俾一個功課你好唔好？你翻去打開10災裏邊嘅經文，睇一睇耶和華行呢10災嘅時候，其實神要做啲咩嘅咧？為要做啲咩咧？大家翻去研讀一下。下次Omega Talk繼續見到你。